你家的小孩有蛀牙吗？3岁前若是有蛀牙，终身蛀牙的风险也相对提高。台湾的学龄前儿童龋齿率近80%，也就是说每10个小朋友当中就有8个人有蛀牙，每人平均蛀牙更高达2.5颗，远超出世界平均的1.67颗。最常造成小朋友蛀牙的原因有哪些呢？爸妈们都知道刷牙的重要性，但该如何让小朋友愿意乖乖刷牙呢？其实小朋友最常见蛀牙的原因就是因为刷牙没有刷干净，而这个时候正确的刷牙工具就非常重要。那很多人都问我们说牙刷要怎么选择呢？其实一般牙刷挑选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小头跟软毛。那对小朋友而言，我们要让小朋友在玩乐当中去学习刷牙，去接受刷牙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像这样有可爱造型的牙刷，让小朋友愿意去接受。那很多人会问我们说，什么时候开始让小朋友刷牙呢？其实刚出生就要让小朋友刷牙，但是在3岁以前的小朋友，应该是要由父母帮忙刷。3岁到6岁之间呢，应该是小朋友刷完之后，大人再刷一次。6岁到12岁之间，那就是让小朋友刷完，大人再做最后的检查。而12岁以上之后呢，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刷了。市面上的儿童牙刷五花八门，但仔细一看，品质却明显参差不齐。不同年龄层的孩子，口腔、牙齿大小都不同。挑选牙刷时，应分阶段来为孩子挑选牙刷，才能有较好的清洁力。现在市面上的牙刷很多，那可能上面有印一些可爱的图案，就会让小朋友很喜欢。但是它可能会是比较硬毛的，所以刷了之后牙龈可能就会容易流血，或者是它的握柄并不好握，那小朋友没有办法很正确的施力，就会造成他刷牙刷不干净。小朋友刷牙好像就跟要打仗一样，但在仔细观察之后就发现说，其实是因为刷牙没有带给小朋友有很愉快的经验。那一直到我用了这一款牙刷之后，它的可爱的造型，然后还有鲜艳的颜色，以及它是无毒的材质，也获得不少设计的大奖，让小朋友都很喜欢。再加上它有牙膏使用量的标记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，那也让小朋友非常喜欢。那小朋友牙膏的选择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选择含氟牙膏，因为氟离子进入到珐琅质之后，可以强化珐琅质的结构，而氟离子的含量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告诉我们，氟离子的含量至少要在1000 ppm 以上。那根据美国儿童牙科 AAPD 儿童牙科医学会告诉我们，0到3岁的小朋友牙膏的用量大概像米粒般的大小就够了。而3到6岁的小朋友牙膏的用量其实也不用到太多，像豌豆般的大小就够了。那1天2次使用含氟牙膏，以及搭配牙线使用，就是防止小朋友蛀牙最重要的方法。聪明的爸妈知道怎么选了吗？养成小朋友饭后刷牙漱口的习惯，再搭配含氟牙膏，更能加强牙齿的保护力哦。